屯門公路咧清晨就發生嚴重車禍，一架九巴嘅雙層巴咧就喺汀九橋同一架貨櫃車相撞之後，衝咗落橋底嘅汀九村，造成咧多個人死傷。喺戲裏邊我嘅名咧就叫古爺，咁佢係一個警察，叫得阿爺嗰啲梗係資深一啲啦，輩份高一啲啦咁樣嘅。咁佢亦都係一個好有腦筋嘅差人啦，同埋佢又好有經驗啦。現場咩環境啊？100咧冇人住好耐㗎啦。因為我哋以前都係住嗰啲屋邨嘅，咁變咗，咦諗翻起好似呢啲環境好似似曾相識咁樣，咁諗翻起咁咪好似驚驚地咁樣。貨櫃車相撞之後，衝咗落橋底嘅汀九村，造成了多個人。我的角色是在裡面扮演叫呂子妮。當我知道這個劇本的時候，其實我有點挺害怕的。人和鬼的情我不是太了解，但是我去用了一種方法去演了這個角色，就是我以前小時候有暗戀過別人，我就是在那個暗戀的裡面找到那份感覺的。然後我覺得我挺幸運，接到這個劇本在裡面，我跟周俊偉那個演我男朋友的叫阿邦在戲裡面，所以我就是用了這一種暗戀的那種感覺，就是跟他有時空相隔，演出了一份人間的真愛，所以我是利用了這個去演這個戲的。枉死嘅鬼魂啊，係會一路停留喺無間斷，佢會不停咁重複死前嗰一刻。我係三姐啊，喺恐怖在線入邊，即係一睇就知而家個個都係揾我做神婆噶啦。不過咧，我喺恐怖在線入邊咧就係一個識靈界啊，識睇相啊，即係乜都識風水啊，乜都識，好叻，功夫好高嘅一個，都係神婆，去幫人睇風水啊，睇下有冇鬼啊，驅鬼啊，做壇啊，做法啦，哇，好犀利嘅。咁其實咧，分分鐘係呃人嘅喎，揾食嘅啫，大概就係咁啦。好玩啊！我喺恐怖在線裏面係飾演一個物理學嘅老師，咁我係阿 Sir 啦。咁就有一次就係啲女同學咁想去玩呢個靈探。咁其實我本身咧就喺個角色入邊咧，我係唔相信一啲靈異嘅呢啲事件嘅。但係喺經過咗今次嘅一個靈探之後咧，發生咗好多即係怪事啦。咁令到我之後咧就有啲進入咗呢個鬼上身嘅呢個狀態。其實只係特登俾你見到，係咪有嘢想揾你幫手？大家好，我係 Baby John，今次飾演嘅角色咧係 B 仔。咁喺恐怖在線入邊咧，其實 B 仔係一個好中意查案，亦都係一個好勤奮嘅年青人嚟嘅。咁佢亦都因為咁樣咧，就好想跟到咧古爺，亦即係張兆輝飾演嘅呢一個角色咧，係想跟佢一齊去學嘢，亦都喺入邊希望可以破到一啲案嘅。風水嘅經驗。記得睇恐怖在線， 9月4號。人鬼離世。